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台湾俗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的俗间是好歹在心内，嘴唇皮小款待。人甲人斗阵，拄着家己无介意，也是意见袂合适的人，是无法度去避免的代志。不管你安怎看这个人，也是有啥物款的想法，总是尽量求好去。是好是歹，放伫心内就好。人见面也有3分情，嘴唇皮小照问就好。上无嘛爱维持口头的礼貌。以上，感谢收听。